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博文。那么今天这集戏剧大舞台为什么是我来主持呢？因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上海评弹团最新一代的青年评弹演员。每年的夏季呢，我们会组织集中这些青年演员来进行艺术集训，目的是使他们能够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能够走得更好更快。那么下面呢，我就带大家去认识这一批非常可爱的90后的评弹艺术接班人。我叫沈思菲，我叫易安，我叫李慧丽，我叫吕文，我叫常慧云，我叫吴慧云，我叫王玉红。大家好，我叫张莹，我是上海评弹团青年演员。大家好，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青年演员高一宇，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青年演员李天生。我叫冯晨曦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心怡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思怡。我叫冯文静。大家好，我叫方慧锦。我叫沈家伟，我还是上海评弹团的青年演员。大家好，我人不多，但是我是上海评弹团最新的评话演员。大家好，我叫于先生。大家好，我叫王仁华，你是上海评弹团最年轻的一代。炎炎夏日，上海评弹团组织团里的全体青年演员，在上海的郊县展开了为期10天的全封闭的夏季集训。每天的集训活动安排的紧张有序，团里的前辈老师们或集体授课，或单独辅导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新生代小演员们，在老师们的悉心呵护下，正快速茁壮成长着。今天就邀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，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可爱的小小说书先生。这样的有什么心事经不顺？情绪一定是能讲啊，难点3个高音，三杯莫忘当婚，不应该当是下头门，但是下头个腔头就是可以。当当当当当当来到的，我却的八月，这个一起八头不得了。梁生，辛苦！我可能让辅导有些人。过来。各位3青年呢是我们上海评弹团艺术青年有些人你当这样的是3青年当中闯得相当好的。那么陈老师，我可能让辅导的这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作《伴女丫头》。对个，伴女丫头。那么我记忆犹新了。搿辰光79年，那位23出团了，就带着搿只伴女丫头到香港去演出，搿是一炮打红，大家是非常欢迎。那么搿趟而且非常有意义呢，我们上海评弹团马上也要组团到香港去演出。对个，搿一次是李昌，是李昌的。从先生手脱我给而且我记得79年到香港辰光。伊先生专门写了篇文章，我对学生是到香港来演的，请大家关注，请大家捧场。搿个意思练起来，我想可能就是哪一个时候。对。而且那平常辰光我晓得工作非常忙，但是我看见人一有空，谁要坐那里，有些人也要家里唱家里说，那么搿个出马队嘛，也总归拿你带到身边。我们实际上也拿先生搿些辰光哪迫不及待的，要拿一切侪传授拨我们搿个一代的，这样一种精神，这样一种做法，也获得我们一代下一代的这样一种干力度手不力度这样一种责任感。你真的算是，你算是用功的，因为我们是老师也比较用功一位，但是
拉了我们看下来呢，还是有不够的大好，所以呢，有必要这个还要去做力度，还要去顶力度，两看木有这个，都还要去看力度。是个。希望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个工作呢，拉里身上想，也慢慢讲能够生根，也能够降下来有一种责任感，降下来一种使命感，不断的带心。对，刘先生。那么我晓得学堂里向是欢喜这样的个，学堂里么这样的唱得不错的，那么能够到我们头里向来跟上我们这样派的守成陈建国老师，我晓得你心里搿辰光已经讲蛮开心的，开心我晓得你压力也蛮重的，是啊，责任也很重大。你作为一个这样派年轻的守成人嘛，你还有啥故事啊？我觉得这样派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旅跑。那么能够学习这个旅跑呢，觉得自家算是非常幸运、幸福够，这个辣学习当中啊，会得碰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，碰着问题过后，么自家先记下来，等待情绪是控制，那么过去这个闷太紧。对。但是这个平台对各位和头里向领导、老师啊，皆会关心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环境里头生活的学习生活工作下来呢，觉得自家为还在努力，因为这个头里向的确很不容易。对你这种3青年来讲，下趟啊能够在这个平台头当中出自家的一份3级的力量，让更多的7岁啊后辈们能够来展示自家的风采。对。我这个平台还让更多的观众啊。喜爱平台的广大的爱好者能够看到我们新生的力量，看到我们新一代的风采。我相信这个大家还是一种心愿，还是一种愿望，你都希望看到这个一点。对。不大。水东绿，楼台风，谁要清君？奉系一步一步追得家日门前，凄凉着丝的个水，我家日在面孔，砰一封。搿段书，侬说搿位书，都本身也帮自家营造一种气氛。这是眼睛，咦，相片下的眼睛里怎么会有？侬一定要做得多差。像会不记得是不来哦，侬喊侬。我有那老辅导音乐院是，这个来了我旁边呢是一代师生，一位是我们著名的平台艺术家江大坤老师，
还有呢，是我们又是一个青年演员啊，欧美元。欧美元呢，都看上面孔像啥人啊？你是这个也是演艺世家啊，你的父亲呢就是知名的花梨名家、经济名家欧宾老师，所以呢，这个欧宾老师的是唱京剧的，男会唱评弹，而且你是天津人，要学苏州闲话。刚刚大家在听起来，这苏州闲话它是字正腔圆啊，不容易。那么现在呢，欧美元呢就是跟我们刚才看老师在上学习第三音乐。所以你来问问欧美语啊，你去这个天津味的，怎么这个苏州话在讲的啊？颠倒了，颠倒了。一开始呢，真的是不大欢喜，但是呢，有时来接触子平台嘛，那么学个开篇也好，上篇也好，比较多了，那么慢慢就欢喜着。特别是听子江老师的诗，然后学堂里向的辰光，就是因为欢喜江老师的诗，那么去听。房子学的嘛，3年天还些。我上俺晓得了，就是这个生皮子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刚才我晓得欧美语呢，你原来也学过西厢记，对，西厢记而且也说得不错的，对。现在呢，再来说第三音乐，这两部书呢，这个风格比较终极，啊。那么我们晓得江老师跟学生子非常的私心。这个欧美语是你读同班同学当中比较勤奋、比较用功一个人。可是我也看了对吧？所以你有些来向我提出来想学第三语，我讲这个对我讲起来不是问题。只要你都肯用功、肯学，你基本上才是大力士。是没用功，现在女担当，上岸有3青年出来放担当，很不容易的。基本上可以拿一部长篇成为诗读走，全部吃下来，那我觉得一个辰光并不长，还是种斗气。是的，李松浪记本了，我不是看了眼睛不来了，头里向大家在下班的，在做起来，你搞得还要拼命浪记，是够说的。那么侬讲，一般老师啊，侪是欢喜比较用功的，比较聪明的。这个学生子一般侪能够随得老师欢喜。而且我晓得你非常欢喜，那么而且实际行动，老师不用这个，马上要大力上台。江老师已经退休至大年子，上台说第三音乐，让你相应使用，是吧？对，9月11日开始。9月11日让你相应使用。是1个月4个礼拜。观众朋友蛮多，要来听听这段私声道，肯定精彩，绝对会得不虚此行。
两位稍微停一停啊。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，我们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吴伟莹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吴伟莹。坐了吴伟莹边上呢是那个老师王世清老师。那么吴伟莹呢是我们青年演员当中呢非常优秀的一个。因为里头让这个中学里向呢是平台班里向演员，那么所以呢这个琵琶是蛮有基础的。那么现在我们上海平台团之后呢，那我们王世清老师呢是独具慧眼。因为王世清老师张派艺术的传承，唱张调大家晓得，对搿只琵琶的伴奏的要求是相当高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王老师呢非常有搿个想法要好叫培养学员，所以呢就选择学员做学生子。我这个学生子呢相当的用功，自家呢交关努力，用功的程度啊，我真的看到了蛮感动，是吧？有辰光夜里向要到11、2点钟。我搭里说好在门说在练吧，对啊，先生，搿头么是我文创会，我继续要练。我当着这样个学生子呢，我交关欣慰。你搿只琵琶啦，非但搿个辣平台里搿只琵琶弹得好，我要弹到搿个实际的舞台上向。到法国去参加，参加一个搿个国际一个实际的搿个艺术节，那么是金奖的啊。对。你刚刚看呢？去年上海平台团在上海实践团。有上一只节目，就是讲我琵琶伴奏，位于山路呢练唱空竹。上一只节目，那么一开始觉着我伴奏练管练不响嘛，还种么哪合作呢？辣一遍遍的磨合当中呢，这只节目慢慢就成熟起来，所以最想世界得了一个世界金奖，所以我觉着自家还有交关不足，希望让以后辰光呢继续努力。向更多老师学习。例题：细水腥风声，为子下片几好，各位朋友们，坐到我身边的三位呢，其中有一位大家肯定是非常熟悉了，是我们上海平台团的著名演员，也是13岁的传人冯小英老师。那么这两位青年呢，就是我们上海平台团最年轻的90后一个平台演员。你到现在呢，就是跟我们范林牛、冯小英两位老师了学上片台词3岁。冯老师啊。哦哟，我晓得你是带着4个学生子的，这个是2个其中的代表。那么搿到4个岁青年13岁呢，搿个其中啊，我晓得你是花着不少的精力。3岁里向搿个唱啦是前调啦，搿个对声音的要求非常高。对。因为测试讲下来，好像13岁的学生子几乎500嘛，葛么各种流派也传承，葛么你也蛮急的。那么我所以在团里向提出，侬两个3个青年试试看，不知也能够13岁哦，也来事。那我上课辰光就发现2个学生，一个是自家比较欢喜，那么李是几乎分3个唱前调，但是我上课辰光发现，你熟了，阿没一话，对么顺道的一句，不大响。我说彭文静啊，你这喉咙其实蛮好的，可以试试看唱前调的。你吓得来不管。
当辰光你也想过自家可以唱戏的。其实一开始呢，我还是比较唱这样的唱的比较多啊。那么因为事业音比较高嘛，我还是这个分到这个乡这个。那么后来嘛，那是试试看，试试看嘛，试试看。那么常常来开始唱，你大龙的是为哈，声音也蛮宽，音区也还可以比较个，但小龙嘛，搿是难反接，音一眼眼打，一点点打上去。那外加我这里头打音一个门槛，因为唱是啊，你刚是搿只音，你心里向有心理负担的。你到排开的辰光，我推叫音就打上去的，打上去噻，打上去之后你都不晓得。啊，我就好像比较放松的唱，唱出来的声音到为哈，我再讲，侬晓得搿只音啥音？已经唱升级了你就分析的，就一眼眼拿声音理出来。第四的是私人公仔。那么学生子呢，里头个说出闲话呢也蛮搿个的，因为像搿个张音呢，你看进来的一个特点是蛮哈的，你弹个古筝弹得交关哈哦，你要看到实际的了。但是你个语言啦，跟你说出闲话距离比较远。你是上哪户人呢？我是南通人。南通人呀，南通人要讲苏州闲话啦，搿个距离蛮大个。那我来问，对啦，听他问你呢。张英啊，比方人讲，你到南通闲话讲，你要饭俺吃过来，搿南通闲话哪样讲噶？就是讲，你要饭可以吃过。三姑娘后悔闲话是吧？那么张英呢，还蛮努力。一开始的说闲话反得蛮结棍，一种词就是你让说啥讲，我们哪听不懂个讲。那么你就是某种程度浪向，你搿个剧本读起来就打自家家乡闲话再读出来。现在而且张英，我觉着你现在讲个苏州闲话啦，一段谈话里讲，虽然讲到速度有点慢一点，但是你努力上讲，但是字正腔圆，我都听不出你原来是啥地方人了。那刚刚冯老师讲了，你古筝弹得相当好，我也曾经听过你弹过，的确是弹得不错的。那么现在古筝还会弹了呢？那么，我自家在想啥？我自家个古筝搿个搭上用在平台里向，有一只开篇哈是音乐搿只开篇，里向有交关古筝个部分。那么我所想，我自家会得弹古筝，所以想用搿个古筝。那个只开篇教起来。对个，就是尝试一下。对，尝试一下。
天下来个金枝菜，风决定榜，追尾8年720路。好，各位朋友们，现在你都看几个字？我们上海平台的副团长、知名评委有专家了，是让复旦我们的青年评委有侯英杰。因为个评委呢开封比较多，所以呢房间里虽然有空调，你到不等那里向，一杆子上一块草地浪向，天气来得个热。那么侯英杰呢是我们从苏州平台学堂引进的预选毕业生，因为评委啊相对台词来讲呢也有比较少，所以呢我们更加重视。那么各位三青年都看呢，这身配就很好，像运动员这个啊。那么你头里向几位评委老师呢，侪蛮欢喜的，所以呢搿里啊侪搞得蛮忙的个。三青年呢也非常一样。现在副组长搞点啥？你去问问看。追老师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天实介热，那个追老师不休息，为了抓紧辰光干呢，是吧？你那搿里头啥物事？我看开封蛮大个嘛。因为搿里头呢是来台负责。哦，负责是评委个基本功。对个。这个吴英杰，你评了没了？你追老师搿搭里现在呢哈也有进步。应该讲进步还是蛮大啊，因为自从去年该些辰光进头之后，那么从排试，播长片，直到现在只有1年不到的辰光，那么现在已经出马的，已成为长片了。哦，已经出马的成为长片才会说的才会说的。哦，能够说双天长片，说明呢是一个合格的标准的平台有着，当然个路还很长。对。啊，头里向来看，虽然张三平老师主要跟那采访，专家老师还有其他些老师，侪是我看经常跟那个，那谈谈到至上海平台头搿个艺术氛围当中，还有啥个体会？我觉着，头里到学堂里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学堂里老师任务定了难，头里呢老师靠自觉的，讲老师看见呢发展蛮多，老师才会教，学堂里侪是一个老师当的，我觉着现在出自马头高会啊，我觉着搿种专业搿种基本功，觉着会有很多个不足，那么一练，再加上这次今次头高会很多个搿种头里个。眼神啊，水和生发搿种，侪有蛮大个进步。搿浪向呢，应该讲一句，这个一个是侯英杰本人呢，比较用功，还有一个呢，张三平老师啊，教得下去认真。因为啥体读书不是讲学堂里是老师1对1，现在乃大子头里向，尤其是评委，还是1对1，还是1对1，还是1对1。有辰光2对1、3对1的。防最煎啊，马对付。开始来代居正宗，门面开阔13间，平地5丈高耸耸，屋面平铺青松柏，钢铁刻金傍大风，两面屋角偏白云，气飞上上我顶红，4根顶日葱雨大，围绕彩色乌扎龙，上头乌凤结顶房，追尾8年720路，祥云翩翩一朵朵，红落千金10月冬，点花来干金枝菜，片片把手当阳风，一块扎比正宗骨，抬眼落尽一片红，
群英习为4个字，应该贴瓦西地宫，两点对立分周瑜，比起刚强没气冲。上一里一莫欧四海去无涯，下一里梦清天无后众英勇，正中一副中当午，无责了应斗水风。7将10相两守门，5彩门里过一送，府中3来必必听，刀光剑影杀气凶。公主高拉红木盘，八门奖品一重重，金子银子光如手，绫罗水斗都品中。不受冰封无不息，不息过海西人通。威武高朗放武器，18般兵器般般凶。一日雷惊堂，2人鲜花斧，3次方天戟，4骑灭金飞，5个脱铁杵，6人抵钢枪，7行狼牙棒，8个金钉这样说，举国相比之金的10日并体大莫大。早把归国必记盖功，积极夫妻把正戏，五光十色好威风。啊，观众朋友们，你都看自家一个军队，也是像拉拍摄家伙这样，的确，这个叫师生一家亲。介绍一下，我们2位知名的评弹员，郭玉玲老师、施丽萍老师，你都是一对夫妻双档。那么里头呢，还导致一对我们非常优秀的青年有一对双档学神台子。那么郭师2位老师到，而且呢，事业也相当好。带学生子出去呢，哦哟，让学生子呢后，搿是营养丰富，等于让郭老师自家来讲，而且还有点我重点要讲，里头带学生子呢，学会上片之余，不是单单就放到出去。搿个一部上片，全部侪摆好之后嘛，里头已经能够单独的半个月，也算是30个钟头，能够辣舞台浪向独奏，非常不容易。小奴也非常努力，也非常的用功。你作为2位老师也非常愿意干里头。我觉得你到里头出舞台啊，里头跟那个辰光，你这个蛮辛苦啊，这个真的是导致自家2个小奴，是吧？再像郭玉宇学生子，你从一开始对平台可以讲上交关半日啊，半日交关3个，到今朝，对平台非常的欢喜，而且是非常的专业，还导致就是非常的有研究。这个你这言辞啊，我觉着真的已经谈到一定水平了，到一定水平了，说明不研究了谈不出来。对，所以心里向也交关开心啊。那么刚才你先生讲的，其实我刚刚学平台的辰光呢，其实我对平台是因为不了解，所以我心里向有点反感这个情绪。那么为何园区的2位老师郭老师、施老师对我交关有耐心，一遍一遍让专业浪向辅导我，包括是对我思想浪向，还是一遍一遍对我灌输哪样去学平台，这个让我深深的进到平台里向。我交关感激2位老师，包括你让出舞台的辰光，其实2位老师对我是生活浪向、专业浪向交关照顾。那么大家看得出，其实我身配蛮壮的呀。那么你先生对我一句讲的，对我说啊，你控制点啊，不要多吃啊，多吃留下来是长得不这样子。其实真正到吃饭的辰光呢，你先生看我每日的办事长个辛苦了，你就饿下来吃吧，要里向办事长个辛苦嘛，多吃点。其实先生师母对我是真的交关照顾，真的拿我当自家小囡这样，我也非常感激里头。19里3日听响3百州，带回来一顿狗眼。
梦文中，忽然到太平村，母子一手32元。当时梦中不是分离的口，月手里醒我的梦已醒。施老师我真的不容易，因为上趟就是青春期8岁，我们那个专门为青年打造一个专场。施老师要么盘旋，因为施老师琵琶弹得好，你青年队欢喜青年队盘旋，那么为大学生子拼上档，搿个不容易啦。多做落叶，还做划水。施老师谈谈，拿搿种精神啊，真的，我是也是得向拿学习。精神谈不上，高我讲得老好啊，阿拉会做得不甘于。那么，因为是2个学生是跟我的郭玉林两家头好成台子，那么你也是应该的。我不建议阿拉侪要退休了，搿个事业应该接下去的。那么搿2个青年相当优秀。上首刚刚古月与郭玉林讲过了，那么下首搿个常冰云也是个平台学堂毕业出来的，到阿拉上海队里向的，各方面侪不错的。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我是上海平台头青年医院常碧云，我是从苏州平台学堂毕业之后进入上海平台头工作的。工作高后呢，随跟2位老师学习成台子。辣辣搿个过程当中，2位老师对我帮助蛮大，教子我交关物事。前台出码头的辰光，老师非得辣辣生活当中非常照顾你，因为郭老师烧菜特别好吃，每日天夜里向总归跟你出去，总归每顿饭侪是你烧的。特别我感觉最好的一只菜就是红烧肉。我搿些辰光会问郭老师，我讲老师，侬喊侬搿个秘方告诉我了。施老师呢也是特别关心我。总归身体不好嘛，伊呢也一直担心啊，一直问我情况那哈。专业当中因为琵琶特别好，所以能够教我个物事啊交关多。非常感谢两位老师。那么呢，跟阿拉2家头个唱片当中呢，唱片弄出来之后，那么当中有一种地方会不大够就到位的，阿拉总归尽量帮伊辅导了。到位一点，唱个方面啊，或许个发声方法，还有个中气，因为小男小哪里呀，搿个下头个中气会复杂，口径复杂，尽量搭里多辅导点。那么从各个方面啊，我觉着搿个2个小人真的是的确是不错的，希望伊拉更上一层楼。
大师啊，你也来给他办过啊？你也好办过吧？一趟做这么多给他来实训呢，非但是艺术实训，其实呢，这个还要身体上向也要让他锻炼。为点啥嘛？你想，你平台有没有经受了浪？那是不大动的。那么唱嘛，有辰光增高要肺活量，对吧？要把把步。而且呢，你看老师现在壮噻，你的身漂浮起来开，也蛮壮了开，所以要把把步。哎，好，各位朋友们，那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位优秀的青年友，叫沈家伟。沈家伟呢，是我们这个邻居班啊，西安邻居班毕业的邻居班学生子，也毕业辰光非常远的，啊，是的。那么是我们但是民族讲的可能呢是个学生子，学的是上片台是面筋工，是吧？那么沈家伟呢还是非常用功，那么你呢这个蛮调皮的，用功蛮调皮的，来看你个三孙配啊。蛮会得吃得蛮壮海啊！但是呢，来看你游泳啊、健身样样都侪来自个。那么朗读书浪向呢，过去蛮调皮，现在经过了这个老师个教导，让学上片呢，这个苗金梦搿部台词啦，但是上片宋体读书，已经做出来了。现在辣马队浪向这个各个书啊，可以搬到还不错了，还蛮好了还。因为苗金梦搿部书蛮难识个，介绍个书啊，哪晓得？五读书，五读书，各种角色侪有。那么现在青年呢，现在啦，在搿个辰光，搿个生活环境啊，古代搿个一些搿个风俗啊，你都侪勿大懂，是不是要从头学起？你为一个啥个特长？自家考考呢？我个特长嘛，位于拉泥舞。泥舞拉得真的不错的，泥舞现在几级了？10级，来再开出来。10级， 10级。那个办事情是10级，对不是10级，那么你个10级个义务了，现在都不做10级那个视频，所以团里向有辰光311队了上台，请你拉浪，非得311队了，最近呢会拉出一只个作品了，是吧？欧当年娘。牛崽子们赛后跟，爱你心像梦呓，他见我大爱门迎我，神态不爱人。其中必定与牛音。梦想，张开翅膀去飞翔，飞去我们向往的地方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很高兴为大家介绍了我们上海评弹团最年轻的90后的评弹艺术的接班人。
我想他们虽然在艺术上还相当稚嫩，但是他们已经做好准备，在这个青春起跑线上做好了准备，将会在这条道路上一路飞奔，勇往直前。